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为什么没有听到声音呢？喂喂，有没有听到声音？喂，有，哦，好，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4天的共读。今天要请忠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要万物神，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在清早一起来聚集，透过牧师的圣经共读来思想、来明白、来理解、来领受主的话语。主啊，在这开始之前，线上祷告，恳求父神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门，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五感，来领受从你而来的教导以及赐福。在开始之前，线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的第2章的上半段，那看见哈拿他完全的奉献，也让这个小撒母耳得到完全教导的机会。那但是同样是来自于以利的教导，但是以利自己的2个儿子却是问题接二连三。以利的2个儿子没有认识神，那以至于他失职。好，让造成2个儿子在祭祀上面的失职，那也预告他们将要失丧生命。那撒母耳看见他自幼被送到会幕来栽培，那他也被建设，这个心理被建设非常的强健，能够完全的顺服，也带来完全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2章的后半段，直到第3章结束。那先请忠义长老带我们来读2章的27节到30节。好，27节，有一个神的人来见以利，向他传达上主的信息，说：你的祖先亚伦一家做埃及王奴隶的时候，我向他起誓过，我从以色列所有支族当中选出他的家族做我的祭司，使他们在祭坛前服侍，向我烧香，并且穿以波的圣服侍奉我。我给他们有权分的祭坛上烧过的肉。为什么你们竟贪图我的命令？我指明献上的生祭和祭物呢？以利，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容许他们把我指明所献生祭中最好的部分拿去养回自己呢？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曾经应许你的家族和你的宗族要永远当祭司侍奉我，可是我现在要废除你们的职位。我一定看重那些尊重我的人，轻蔑那些藐视我的人。好，那在这里讲到昨天讲到以利也曾经为这个哈拿再次来献殿的时候，为他来祝福，哈拿就得到了3个儿子，2个女儿，加上撒母耳就有6个。但是因为以利年纪老迈，那所以他自己也听见他的儿子的这个恶行恶状，那但是他有警告儿子，但是他们的儿子呢不听父亲的话。那接下来是第2次的警告，就是上帝派的神人，好，那神的人就是属神的人，那他更加清楚的第2次来对以利来警告，也等于是警告以利的2个儿子啊。好，那讲到说，你的祖先是从亚伦开始，所以他是亚伦的后代，做这个大祭司的家族，一直都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祖宗的家。但是他们29节说，他不仅贪图上主命令子民献上的生祭和祭物，就是这些的肉，这些的脂油。第二个
那甚至以利看重自己的儿子过于看重我，看重神，所以这是以利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太过的宠爱儿子，甚至把百姓所献的美好的祭物都拿去养肥自己呢。那这个养肥自己虽然是2个儿子他们会常常要抢人家的肉，还要抢人家献祭的脂肪，应该是要归属上主，但是他们却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以利自己也是吃得肥肥的，怎么知道？在第4章18节，以利知道约柜被掳走的时候，那他就身子往后跌，折断颈项，因为年纪老迈，身体沉重所以以利其实他宠爱儿子，也包括他自己，所以以利他也是吃得肥肥，而且是到98岁的时候还肥肥的。那所以这些肥肥的从哪里来？都是从他跟儿子掠夺这些祭物来的，可能是那30节，所以上主应许亚伦的家族要永远当祭司，但是现在上主要废除这父子3人的职位那上主只要看重这些，我一定看重那些尊敬我的人，轻蔑那些藐视我的人。好，那所以在和本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上主他直白的说，就是以利，甚至以利的2个儿子，那他们都不尊重上主，那他们藐视上主。即便以利要忠心的服侍，但是上帝第一次来警告他就是让人家来告诉以利他儿子所做的事情，还甚至淫乱的事情。那现在又有这个神的人要来第2次来警告他。好，那我们继续再请周院长带我们来读31到36节。31，瞧吧，时候快到了，我要使你家族和你宗族中的年轻人短命，没有人长寿。你一定会懊恼，嫉妒我给其他以色列人的福气。你家再也没有人会活到年老，但是我会给你保留一个后代，使他做祭司侍奉我，但他会失明绝望。你所有其他的后代都要死于非命。你2个儿子何伯尼和菲尼他要在同一天死去，这就是对你显示我所说的话都要实现的凭据。我要选立一个祭司，他会对我忠心，照我的心意做事。我要赐给他指示，他将永远在我选立的君王面前服侍。你后代中还存活的人，要向那祭司祈求，求乞讨饭，为一点吃的东西而要求当祭司的助手。上。那所以这个神人来告诉以利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直白的预言。好，那这预言就是时间不会拖太久。那上帝要因为以利和他以利2个儿子所做的事情，要来折断你的膀臂和祖宗家的膀臂好，那意思就是说使他们短命。好，那所以说等于让他们折寿，以至于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这我们在读和本的时候会比较比较要再理解一下。现在中译本就把这意思翻得比较白话，是家族宗族的年轻人短命，没有人长寿。甚至32节我念和本，你在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必看见我居所的衰败，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人好，所以现在中译本是直接用意思来翻译。好，你会懊恼嫉妒我给其他以色列人的福气，因为你家再也没有人活到老年。好，但是在这里有看见32节的和本说，必看见我居所的衰败好，那这是一个注，有一个小字，好，有一个小字就是说，另外一种翻译是在痛苦中以贪婪的眼睛看着以色列人享福，好，那就是会嫉妒。但是我居所的衰败呢，好，这里呢可能就是指到后面约柜被掳的事情。不过在现在中的译本里面，
就没有看出来这个意思哦。所以在32节这里有提到上帝也预告他不惜用他自己的会幕当中的这些上帝的居所，甚至是约柜被掳走这样的衰败，而且这个衰败的期间呢非常的长非常的长。那但是呢这要成为一个以这个预言的记号和警告。33节，我继续念和本，你家中的人，我没有从我祭坛前剪除的，必使你眼睛失明，心中忧伤，你家中所添的人口都必夭折。那这31、32、33这几节的和本和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都有一些的不太一样。好，那但是各有各自的好处啊。那但是33节是讲到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的意思就是很直白，但是我会给你保留一个后代，使他做祭司侍奉我，但他会失明绝望，你所有其他的后代都要死于非命。好，那这里所以一个后代，那和本是说你家中的人，好，那个人是单数，好，那但是这个后代是使你眼睛失明，好，可是在现代中译本是说他会眼睛失明，好，所以我们做这个版本比较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意思读起来会有一点出入哦，好，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以利的2个儿子在同一天死去，好，就是这个何弗尼和菲尼哈。但是他们死去的时候呢，好，那这个菲尼哈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就是以利的媳妇，那所以后来菲尼哈得到了一个后代，好，那他们同一天死去，好，那同一天死去呢，好，成为一个凭证啊。那菲尼哈的这个他们都是亚伦家族，那在以利亚撒的年代有一个祭司叫菲尼哈，好，那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民数记，好，我们明天会再继续来补充这个民数记的菲尼哈之约。但是以利的2个儿子，一个也叫何弗尼，叫菲尼哈，好，所以跟之前民数记25章的菲尼哈是同名的。那但是但是菲尼哈好，他后来死去的时候呢，他太太已经怀孕，那甚至还产下了2个孩子，一个是亚希图和以迦伯，后来亚希图又生下来了亚西亚和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呢就成为扫罗作王时期的祭司。好，那亚西米勒又生了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就成为大卫作王时期的祭司啊。好，所以这个亚比亚他呢，一直都是以利的第1、2、3、4，好，第4代，好，等于是以利的第5代。好，那所以他一直在继承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但是现在这个神人来对以利的预言呢，说上帝还没有要完全剪除他的家，到什么时候剪除呢？这要一直读到列王记，就是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然后再进入到列王记的时候，就会发现看到这个事情的成就。所以在列王记上的第2章。那时候是所罗门起来做王之后，那因为亚比亚他好，那他的失职啊，好，所以以至于所罗门王好要让亚比亚他好，本来要他死好，但是所罗门也代念亚比亚他长期跟着所罗门的父亲大卫身边服侍，好，所以就让他回家种田哦。好，所以后来亚比亚他祭司的职分就改成由撒督，那撒督就是这个菲尼哈的后代啊，菲尼哈的后代代替亚比亚他，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好，从上到下，好，还要到列王记，好，那但是在列王记的上的2章25节，好，就把这个事情搬出来说，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就是现在这段神人的话。所以是可能要到80年，至少80年或是90年之后才会发生。就是说扫罗都已经做王40年，大卫也做王40年，好，那这个事件才成就，而且是到以利的第5代啊，第5代之后。好，那所以刚才
刚才这一段神人的预言的后面呢，就是说不仅他2个儿子要死，但是上帝会保留他的一个后代。那但是这个事情只是一个预兆，因为后面几十年近100年的事情呢，其实让以利都已经预先知道。好，那但是35节，上帝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那这个祭司，我们这样看下来，不是指以利，也不是指他的家族后代，那指的就是撒母耳。好，所以可以应用在撒母耳的身上。好，但是刚才有看到那个撒督，所以这个忠心的祭司也可以有人认为是指撒督，就是取代以利亚比亚他的这个祭司。所以这个忠心的祭司呢，行事照我的心，如我的意啊，这是和修版的翻译。好，但是意思就是跟前面的2章30节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同样的意思。那其实这也是整个撒母耳记，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核心的信念，就是对上帝是不是尊重，对上帝是不是忠心。好，那撒母耳就是一个尊重上帝又忠心的仆人。好，那大卫也是，好，但是扫罗就不是。好，那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当中的人物呢，好，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忠心或是尊重神，好，敬畏神来做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这个忠心的祭司，上帝要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子嗣，他将永远在我选立的君王面前服侍啊。不过这句话呢，好，从和本我们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个意思。和本说，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天天行走在我受膏者的面前。那所以天天行走在我受膏者的面前，就是这个上帝废掉以利的家族，另外要选立的这个祭司呢，是不是只有在会幕在圣殿，而且还要在君王的面前天天行走。好，那这天天行走的意思比较就是说他像服侍。好，在这个现代中文本就是说在君王面前服侍哦。好，那但是这样感觉好像是把这个祭司压在君王的下面，好，他来服侍这个君王。好，但是天天行走意思应该是说他成为这个受膏者的遮盖，或是他教导这个君王。受膏者的意思也可以指君王。好，那但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第一个受膏者出现就在哈拿祷告。好，现在上帝也透过神人好来告诉以利这个受膏者。好，其实这个都可以一直延伸到基督哦。好，他也是受膏者。好，那以利的后代，以利家所剩下的人都要来叩拜他，求一块银子一个饼，说求你给我一个祭司的职分，好使我得点饼吃啊。那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但是就是讲到以利家本来是在这个祭司的位置上面，现在呢，上帝另外兴起一个祭司跟这个祭司的家族，以至于以利的祭司家族呢，必须要向另外一个祭司的家族好来要工作，来要饭吃啊。好，接着再请钟一长老带我们继续来读第3章，从第1节读到第7节。好，第1节，小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那期间不常有从上主来的信息，更少有异象。有一天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天还没有亮，灯还亮着，上主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回答：“是，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喊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上主又呼唤撒母耳，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上主，因为上主还没有向他显现过。他又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喊你，回去睡吧。”以上。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小撒母耳。好，那小撒母耳呢？好，那和本说那孩子，那这个撒母耳3岁，好，可能最早3岁来到会幕。那现在几岁呢？好，那第1世纪的史学家推测撒母耳现在是12岁啊，12岁。好，那就是耶稣12岁的那个年纪。好，那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那就是说
可能以利呢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孩子，好，或是说就把一些工作交给他撒母耳来做。那这里第1节说，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好，那些日子或是那期间，有的人认为是指整个士师记200多年到300多年的时间，那也有人认为是在以利自己来任职祭司的这段时间。如果是士师记，的确上帝也很少直接说话，因为士师记只有看到底波拉跟基甸这2个士师，上帝有曾经对他们启示说话，其他的士师上帝都安静都默默无声。上帝就是用这个用这个仇敌来管教以色列，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但是呢，不常有异象，而且第2节讲到以利睡在自己的地方，而且他的眼睛开始昏花。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27这个神人来，第2章的这个神人来见以利的预言说，上帝要使你眼睛失明，心中忧伤。果然也逐渐的应验发生，但是以利呢还没有回头，他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管教自己的儿子好，所以以至于才会有接下来这样故事所以第3节说，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殿内，神的约柜就在那里。好，那我们有提过，这个殿不是圣殿，是指会幕。那甚至就在约柜那里，表示撒母耳是睡在圣所当中，好，在会幕当中的圣所，或是至圣所。但是如果按照过去这个的旧约，大祭司才能1年1次进入到至圣所当中。以利不太可能就直接进入到至圣所当中，而且他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但是他在圣所就离约柜不远的地方睡觉，以至于夜中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所以上主可能就是从约柜里面来发声。但是撒母耳呢，他就听到之后说，我在这里。第5节说就跑到以利那里去，那说老师你在叫我，我在这里。可是以利说我没有喊你回去睡觉，所以这样子1次，然后又第2次，那以利也说我没有喊你，你回去睡觉。那接着我们再请周营长带我们读8到14节。第8节，上主第3次呼唤撒母耳，他再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于是以利知道那是上主在呼唤这孩子，就对撒母耳说，回去睡吧。如果他再喊你，你就说上主啊，请说，仆人听着。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上主来站在那里，像先前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请说，仆人听着。上主对他说，不久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不寻常的事，使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吃惊。那一天我要彻底执行我针对以利家所说的话。我已经告诉他，我要因他儿子们恶言顶撞我而永远惩罚他一家。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却没有阻止他们，因此我郑重地向以利家宣告，任何生计或器物都不能挽回这重罪的后果。以上。好，谢谢。那前面呼唤了2次，好，那撒母耳都以为是他的老师以利，好，从房间叫他。那但是他们那时候不一定是睡房间，可能是睡在帐篷会幕帐篷当中，以至于第3次上主又呼唤撒母耳，他又再次来到以利这边，以利才知道是上主在呼唤他，所以就告诉他，如果他在喊你，就说上主请说，仆人静听。那撒母耳就回去。第4次是从第10节第4次不太一样。第4次讲到是上主来站在那里，就是之前是只有声音，现在是有画面。那怎么知道是他站着呢？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个撒母耳记就这样写，耶和华来站着，像前几次呼唤。好，那大部分的人认为撒母耳记的作者就是撒母耳，所以这段遭遇只有撒母耳自己在12岁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事情，也没有其他人看见或听见，所以能够把这个事情描述的这么详细，可能只有撒母耳自己本人才有办法。所以第4次是不仅是听见，现在加上画面，上帝站在他的面前，接下来开始对他来宣布消息，因为撒母耳已经预备好要来听了。
好，那11节开始到14节，这里是讲到上帝要行的事情，要使人耳鸣哦。好，那现在中文译本把耳鸣拿掉，变成吃惊。好，那但是这个耳鸣在和本里面有出现，意思就是耳朵刺痛，好，就是会让大家听了之后呢，非常的不舒服。好，什么不舒服呢？就是上帝要毁灭自己的祭司的家庭哦。好，这个祭司的家庭从摩西的年代一直到现在撒母耳年代，那都是百姓所尊重，也是他们所认识。但是上帝居然好像要断自己的手脚一样，把服侍自己的人居然要把他惩罚和摧毁。好，那原因很清楚，我已经告诉他，我要因他儿子们恶言顶撞我而永远惩罚他一家。好，所以3番2次，好，所以现在第3次呢，上帝是告诉撒母耳，可见上帝也是有意要撒母耳去对以利讲这一段话。以利知道他们儿子在做坏事，却没有阻止他们。14节，因此我郑重向以利家宣告，任何生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这重罪的后果。好，那这句话讲得很重，就是讲到说永不得赎，以利家的罪孽是 forever， 永远没有无救无药可医。即便讲到这边，好，那我们可以对照后面的扫罗王。扫罗王呢，不听撒母耳的话，犯错的时候呢，他马上跟撒母耳道歉求情，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后来撒母耳本来很生气，要离开扫罗王，不跟他去了，因为他没有把这些当毁的祭物完全的毁灭，也没有杀死亚玛利王。可是呢，但是当扫罗一再求情之后，后来撒母耳还是跟他去了，撒母耳当下就回心转意好，所以撒母耳其实自己也知道，就是说，上帝愿意给人机会，可惜这个以利呢，没有把握住这3次的机会那我们继续来看最后这一段15到21节，请众议长带我们来读。15节，撒母耳睡到天亮起来，开上主殿宇的门，他不敢向以利提起这异象。以利喊他：“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是，我在这里。”以利问他：“上主对你说了什么？不要瞒着我。如果你不全部说出来，愿上帝重重地处罚你。”于是撒母耳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没有一点隐瞒。以利说：“他是上帝，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做吧。”撒母耳逐渐长大，上主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全以色列人民从但到别是巴都知道撒母耳确实是上主所立的先知。上主继续在示罗，就是向撒母耳说话的地方显现。以上。好，那所以这个事件第3次呢，第一次是上帝让百姓来向以利反映，第2次是神人来向以利反映，现在第3次呢是让小撒母耳12岁的撒母耳来向以利来反映，但以利年纪太小，这个话听起来真的太让人耳鸣刺痛，撒母耳不敢讲，但是以利坚持要听，以至于呢听完之后，以利的回应是说，他是上主，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做吧。所以以利自己身为祭司，他没有自己当下来认罪或悔改，或是当下就去学习去向神来赶快去亡羊补牢但是他只有留下了这一句话，那这句话表示说，那上帝要这样做，他就这样接受，所以这个心态呢，也注定了以利上帝的这个话呢，真的就是无法挽回虽然前面说的很重永不得赎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但是以利呢还是错过这样的机会，以至于最后19到21节，那这里也讲到了4件事情，就是撒母耳长大，也是我们在主日讲道当中已经提过的。小撒母耳他终身服侍，就是上主与他同在。第2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实现。第3，全以色列人民从最北到最南都知道撒母耳是先知。所以这个神人还没有名字，前面的神人，但是现在撒母耳呢，他已经能够听神的话，能够传达神的话，而且第一次传达神的话，就是直接讲在他的老师以利家族的身上而这个事情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讲，因为前面神已经讲过。那第4件事情就是示罗这个地方也是上帝向撒母耳来显现启示说话的地方前面有讲到启示这个字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所以启示录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布幔把它打开，本来被盖住了，现在把它打开。所以今天这4件事情，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话使人的话不落空，还有上帝托付的职分和上帝的显现和启示，这对撒母耳的属灵生命来讲，还有整个撒母耳一生的服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第2章，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藐视神的神也必藐视他。以利他教子无方，所以上帝要另立忠心的祭司来遮盖上帝的受膏者，也是指后来的君王。那这是神人的预言当中，所以这个君王即便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他也要得到遮盖。没有寻找到遮盖的时候，这个君王呢，他就暴露在这个险恶危险的地方那上帝透过小撒母耳第3次来警告以利却没有看见以利任何的作为只有留下一句话：上帝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认为好，他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最后也看到小撒母耳的长大在4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属灵的成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看见撒母耳的成长并不是快速的成长，而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也是一段学习的旅程。我们通常很容易忽略这样子的学习，而想要一下子一步登天，想要快速的能够成长。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需要有你的话语，需要有你的喂养，需要有你给我们的操练，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灵命，才能够真正的长大和成熟。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学习操练上面，都能够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并且也愿意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职分，同时还能够继续明白上帝你的启示是过去现在到将来永恒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做好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准备求上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宗义长老，谢谢大家，平安。多谢牧师，拜拜，平安，拜拜，谢谢，平安，牧师，平安，感谢牧师，谢谢，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